标题：妈祖，海上之神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有一个名为宋朝的朝代。在宋朝时，有一个叫福建的省，在这个省内有一个小村庄，它是一个渔村。有一个婴儿在这个村庄里诞生了，是一个小女婴，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婴，因此她被取名为林默娘，意思是安静的女子。因为林默娘的村庄是多山的地形，所以大部分居民选择以捕鱼为生，而非以耕种为生。但是以捕鱼为生并非容易的事，必须按照天气条件出门，缺乏合适的船只，只能依据星星的指示和风来航行。出海的人摒弃折席，留在陆地上的心烦意乱，甚至在林默娘家也是如此。一天早上，父子俩正准备起航，林默娘向哥哥请求了一件事：妈妈和我会一直等到你们回来才合眼，请你们尽快回来。兄妹二人互相安慰，但那天想要缓解默娘焦虑的人，不是她的哥哥，而是她的父亲。你知道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起航，但我向你保证，从今以后我们会尽快回家。谢谢你，爸爸。那天晚上，林默娘做了个噩梦，风刮得很大，她的爸爸和哥哥正在捕鱼的同时，一阵巨浪淹没了他们的船只。默娘就在岸上看着这一切发生。在梦里，林默娘潜入海中，咕噜，在每次挥动双手的同时，他的脑子里都存在着相同的担忧。我得救他们！像珍珠般大小的雨滴不停落下，哗啦哗啦，强风也卷着海浪，啪啦啪啦。在大海的暴怒之中，这艘船似乎是纸做的。在梦里，林默娘设法到达了父亲和哥哥所在之处。抓紧我的手！父亲和哥哥的手指从他的手中滑落，但他无法抵抗，他真的无法抵抗。梦里，两人被台风吞没了，包括船只也是。默娘以为她的噩梦在夜里就会结束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隔天早上，港口就传来了坏消息：你们的父亲和儿子在海上罹难了。母亲与女儿相拥而泣。林默娘察觉到眼泪和海水是一样的味道，接着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只要在有台风的期间，他就会去港口照亮出海捕鱼的船只，如此一来，渔夫们也就能平安健康地回到他们的家。而他那么做了，即使在他死后，每次暴风雨来临时，居民都会在港口看到一位像林默娘的女士和一道红光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建造了一座寺庙来敬拜她，默娘庙。从此以后，林默娘开始被称为妈祖，也就是海上之神。